咱要来看启示录第2章，咱要对第8节看到第11节哈，这是写批互其中一个教会，互士密拿的教会。圣经讲，你着写批互士密拿的教会，教会的使者讲，伊个头先的、末后的、世界国外的讲，我知影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影迄个自称是犹太人所讲的诽谤的话，其实因毋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之火的人。你着将你将要受的苦，你免惊。魔鬼要将恁中间几个人落伫监狱内面，叫恁受试炼，恁的确受患难10日。你无要只是忠心，我就赐予你迄个活命的权柄。圣灵向教会所讲的话，凡有耳仔的就应当听。弱性的也较无受第2摆死的害。所以今仔日咱来看第2个教会，就是互士密拿的教会。咱有法通讲主耶稣伊伫这篇还是讲说这张批写互士密拿教会时阵，是爱因着对主来忠心。士密拿的这个城市呢，伊是一个真水的城市，真水的城市，因为伊也是真大然后伊的街路拢总个真好势咱看这个启示录这7张批的时阵咱我一摆来看，有分做7方面。头一方面，伊就是互教会批看好啥咱所读的是要互士密拿，然后主伊家己怎啊自称伊家己，介绍伊家己，然后有称赞的话，有责备的话，然后有勉励来悔改然后第6就是讲到有耳仔当听的，就应当听。第7是得胜者的上诉，也是主所应允的那士密拿呢，咱若看这张图就是咱顶礼拜看以弗所刷落去就是士密拿这个所在。士密拿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是苦就是也苦是叫做没药。没药咱知影是用来什么？用来人若假信的时阵，伊来该抹该熏互迄个死人所以虽然是死但是没药落去会发出伊这个会芳气所以是甲士密拿的教会的性质真相像咱较晚会看见士密拿这个所在这个城市我通讲伫约翰写的时阵是差不多第1世纪但是伫700年前差不多600年，主前600年的时阵伊曾经受毁坏规个毁坏毁坏了的时阵到经过差不多300年了后，伊才个重建起来就是差不多290年主前290年伊才重建起来所以有法通讲这个城市伊是死去因为毁灭拢总无去经过300年了后，伊搁再活起来所以主耶稣伫遮伊自称做什么？伊自称做我是迄个头先的伊讲我是个头先的迄个末后迄个死而国活的上帝死而国活的主所以甲士密拿因就会明白什么是死国活因的城市无去想讲袂搁再复原但是伊搁再活。但是主耶稣讲，伊毋是孤单安尼尔，伊是伊的生命为人放杀，但是伊搁再活，伊是头先，伊是末后的所以这是伊的自称然后伊的称赞是什么伊讲这个教会伊有称赞第7张批教会内面只有2间教会有无责备只有称赞的话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士密拿主耶稣怎称赞伊呢？伊讲因忍受了患难，忍受了贫穷，
甚至因为主干啊，为主受苦。伊讲因是贫穷的啊，但是因是富足的。啊，伫物质方面因贫穷啊，教会贫穷啊，但是伫灵方面啊，因真富足啊，因真富足。啊，敢若因啊忍受苦难呢？因为因有逼迫啊。伫真早以前啊，差不多约翰写的时阵啊，会200年前啊，会200年前啊，因开始啊，就是有外邦的人啊，就开始啊来伫这个所在有敬拜偶像啊，还是讲敬拜皇帝的这物件啊，伫敬拜向的啊，敬拜啊皇帝啊。啊，然后因讲因所拄到的困难是什么啊？圣经讲啊，因是迄个自称是犹太人啊所讲违邦的话啊。那做自称犹太人啊，因做是什么啊？有影因是犹太人啊，但是啊，因唔是上帝的选民啊。意思是干啊？因也是来逼迫当作是会做基督徒啊，所以因受真多的苦楚啊。所以因为因受逼迫的时阵啊，唔单是犹太人啊，国家是政府啊，当初是政府罗马政府也是逼迫伊啊，所以做基督徒啊，有时阵因的什么受抄家啊，有时阵因的因的物件会受没收啊，所以因也是受指使啊，所以无工作啊，所以因真贫穷啊。但是西门那本身啊，这个城市啊是真荣华的真富有的啊，所以因做百姓啊，感觉真骄傲感觉真骄傲，所以因有一款的什么虚荣心的态度啊，人啦，拢要争取比别人搁贵一点啊，比别人搁贵一点啊。其实这个物件，咱现主席检视也是安尼啊，真侪人爱来炫耀伊所有的互人看讲伊偌好啊，然后对这方面安遐来干来追求啊。所以有时阵因就干无管用什么手段，因要保护就是安尼。但是基督徒却因无法通安尼啊，所以为主的缘故因无法通做这款的代志，然后加上因为因是信徒所以因真富有因真什么贫穷啊。但是上帝主耶稣佫甲伊讲伊讲恁中间恁会受的苦，恁免惊，恁莫惊会受苦因为干魔鬼要将恁规个人落伫监狱内面，叫恁受苦几日圣经讲10日当然，这个10日唔是咱所算的1、2、3、4、5是讲什么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会受苦，但是是10日定意思什么唔是真长啦，唔是真长啦，是短短然后因落伫监狱唔是亲像咱现主事咱落伫监狱兼且无偌久会放出去当初时恁落伫监狱插到记号是讲你会干你是咧等审判，甚至等死刑所以伫西门的所在有几位基督徒为主的缘故，按遐来顺道但是主耶稣甲你讲讲干恁着免惊，恁到死恁着干恁着忠心恁着忠心所以基督徒虽然艰苦着忠心咱会记得咱即阵咧看即侪教会是讲伊若讲现主时的时期就是对主耶稣升天还是讲说对约翰写启示录的时阵到主过来的日子这段时间叫做教会的时间就是咱所徛起的现主时咱真侪基督徒也是受逼迫咱感谢主对菲律宾咱有有自由通来敬拜主但是有真侪所在因无法因必须为主受苦所以才甲咱讲什么咱应该着批判咱家己上帝无互咱受苦这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咱着有什么为主受苦的心志所以英文是什么伊讲你会得到生命的冠冕会得到生命的冠冕然后无受第2摆死的陷害生命的冠冕伫圣经内面
有几落摆讲啊到冠冕啊，至少有5项5个冠冕生命的冠冕伫启示录咱即阵所读的有应允雅各书第1章第12节也有应允，要互咱基督徒将来有生命的冠冕提摩太后书4章8节也是讲到公义的冠冕哥林多前书9章25节讲到咱咧赛跑的时阵咱要得到什么？迄个袂毁坏的冠冕伊讲当初时伫哥林多因有叫做什么？哥林多的一个竞赛就是其实就是咱现主是奥运的迄款的前身所以真侪人伫下咧赛跑因要得到是因血创的冠冕但是像保罗讲伊讲咱为主奔跑的时阵，咱要得到的是袂会毁坏的冠冕彼得前书5章4节讲到将来咱有一个荣耀的冠冕然后以赛亚书6章23节也讲到华丽的冠冕华丽的冠冕所以圣经就是甲因讲恁敢若徛伫伫在恁有法通敢若得到生命的冠冕无受第2摆死的陷害我捌讲到了咱人伫世上1摆生咱若只有1摆生就2摆死因为头1摆死就是咱的肉体第2摆死是灵魂的死所以但是示每那的信徒若到死忠心的时阵无需要第2摆的死昨仔若顶礼拜咱有讲得胜的就无第2摆的死啥是得胜的就是所有的基督徒你若是真正接受主做你个人的救主咱拢敢若将来无受第2摆的死所以这个是上帝主耶稣跟示每那的教会讲主要是讲当恁伫患难当中恁着为主忠心但是请问咱伫舒服的时阵是环境也好的时阵咱是毋是着忠心侍奉主所以毋是讲等咱拄着困难的时阵还是逼迫的时阵才着忠心侍奉主现主时咱搁较着忠心侍奉主其实魔鬼用这2个方法要来试炼咱头一个是因患难但是咱看到伫什么历史还是叫做教会的历史内面每一摆有逼迫来有患难来基督徒无安遐受压落去教会毋是安遐无去哪是干教会多干多兴旺教会多兴旺信徒愈来愈多咱有看咱来记日咱中国大陆第49年的时阵当共产党安遐来掌权的时阵伊就将规个国家改干封锁起来封锁起来我记得伫60几年就听到讲这个是叫做 bamboo curtain就是叠个有一个幔甲伊盖起来人无法通入去所以按49年到差不多69年到甚至到70几年真侪信徒伫遐咧问一个问题讲到底中国的信徒到底会怎伫反大的逼迫内面教会会怎但是当70年代的末后还是80年代初开始开放的时阵真侪人有法通入去大陆发现什么基督徒毋是愈少基督徒是愈多基督徒愈多有人去统计讲伊49年以前全国信徒差不多有50万人500,000人但是当因安遐伫70几年的时阵文革改革了后的时阵因发现讲信徒所以对50万到5000万实在是真多所以咱看到目前教会的状况也是安尼但是伫这几年内面
当中国大陆啊开始富有的时阵啊，得救的人数啊，教会增长率啊有较减啊，有较减啊，所以互人看到什么啊？逼迫啊，会互教会增长啊，舒服的生活啊，会互教会干呐？若无精神啊，若无精神啊，教会会干呐？会拿来拿徛下坡。所以咱看美国现主席啊，伊是一个真富有的国家，但是伊信主会教会啊是愈来愈少人啊。咱看到欧洲啊，欧洲啊，咱看到欧洲真侪国家皆是安尼啊，所以其实患难其实毋是无好，有时阵教会若拄着患难的时阵，上帝会洁净啊，亲像示每那的教会同款啊。所以咱刷落去，咱阁看另外一个教会啊，咱看到别加摩的教会别加摩的教会咱来先开，咱来看咱的圣经啊。咱对第2章第12节开始看，看到17节啊。第2章12节到17节啊。圣经讲啊，你着写批互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讲，迄个有2任会来检的讲，我知影你的技术，就是有撒旦作位的所在。当我中心的见证人安提阿伯伫恁中间，撒旦所徛的所在受害的时阵，你犹原坚守我的名，无有弃绝我的道。4节，总是有几件代志，我要责备你，因为伫你遐有人服从了别人的教训，这个别人把教导巴力，将半骹石放伫以色列人面头前，叫因食祭牛上的面，行奸淫的代志。你遐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古拉一党的人的教训，所以你着悔改。若无悔改，我就紧到你遐，用我喙中的剑来攻击因。圣灵教会所讲的话，凡有耳仔的，就应当听。约胜的，我立刻将迄个稳重的曼啊赐予伊，并使伊伫白石顶面写着新的名。除了迄个领袖的以外，无有人有法通来明白所以咱看到这个所在叫做别加摩的教会别加摩的教会这个别加摩的教会伫这个所在别加摩的意思意思是叫做联合也是叫做什么结婚联合也是结婚个，所以伫遮有一个真主耶稣来责备因的时阵因有一项受主耶稣责备因为因甲世俗联合也是讲甲尼古拉一党的人有联合就是因有妥协啦，因的生活顶面因甲世俗有妥协啦，那这个所在这个别加摩的所在有真多的干有真多的庙啦，有真多的神庙个吼咱看到因也是敬拜罗马帝国吼所以因敬拜罗马帝国的时阵的国王的皇帝所以因就创一个什么大的庙将皇帝的像下伫遐因来敬拜啦这是这个是已经歹去了。然后我另外一个因有叫做这个叫做 Asclepius 啦 ，Asclepius 的这个庙啦。这个 Asclepius 个你看伊手咧有一个什么？有一支拐个吼，然后有一只什么？有一只蛇啦，有一只蛇个你若看伫正边迄个吼，这个是什么的象征是什么的？咱知影现主是医生医生的时阵医学个是用这个因为这个 Asclepius伊是干伊是叫做
医生吼，还是讲神明啦，医治的神明啦，所以伊就用这个吼做因的向的因的标志个吼。所以伫迄个所在啊，特别家摩啊，伊就是有咧敬拜这个啊。毋然啊安尼啊，国家是这个西约啊，随时的什么啊，会大本营啦。啊，所以伫因这个所在，你若看现就是啊，看起来啊，这是一个石头啊，因为已经歹去咯，已经无去咯。啊，这个是伊一个真大的这个叫做庙，还是因的坛啦，啊，因的庙还是会坛吼。啊，了Berlin 个吼，啊，伫德国个吼，诶，博物馆内面哦，就将这个哦，就是将这个西约的庙个吼，该起来啦，啊，该起伫因的博物馆内面啊，互人看过，啊，所以你若看起来啊，实在是真水真大。当初时啊，因已经有法通起啊反大啊，诶，这个庙啊来敬拜，啊，所以这个是迄个所在啊，因所拄着的，啊，因所有的个，所以基督徒啊，教会啊，伫一款别家摩的敬拜偶像。环境内面，因怎啊？啊，主耶稣伊描写伊家己，伊讲啥物啊？伊是迄个有能力来到的啊！伊有能力来到的啊！当然，这个刀啊是代表啥物啊？有法通讲刀啊是代表权柄的人啊，代表权柄的人啊！啊，主耶稣意思是讲啊，恁特别家母的时阵啊，受到政府啊的管制啊。政府啊，爱恁你着敬拜因的什么啊？就是当对啊，罗马人的皇帝啊，啊，有时阵你若无要啊，会拄着生命的危险啊。但是主耶稣啊，伊相款啊，伊是能力的来减啊。讲到伊国家是凭政府啊的管理啊，啊，还是讲说伊的权力啊，伊的国较大，所以主耶稣是。掌管人生命的上帝啊，然后伫启示录19章第15节的时阵啊，咱看到主耶稣伊第二摆过来的时阵啊，圣经描写讲啥物？对伊的喙中啊，有来剑出来啊，有法通击杀列国的人啊，所以将来啊，主耶稣啊会按遐来审判我无相信伊的人啊，无相信伊的人，所以。啊，主耶稣安尼来讲啊，然后主耶稣会称赞讲啥物啊？伊讲虽然恁伫撒旦的座位顶面啊，还是大本营顶面啊，恁有缘有法通啊坚守主的名，因无有弃绝真道。所以你会记得啦，恁若伫一款的代志顶面，然后徛伫这条效果会怎啊？当然会拄着真大的逼迫啊！啊，真大会逼迫啊！但是因有法通赢过啊！因有法通赢过啊！甚至伊讲啥物？因有一个忠心的见证人，互做安提伯啊！因伊徛在的时阵，伊就为主任啊来殉道。感谢主啊！咱现就是咱耶哥无拄着一款的代志。如果有一日啊，你想看卖啊？有一日啊，当开始逼迫来的时阵啊，你唯一的罪状啊，你唯一的罪状是讲啥物啊？因为你是信徒，所以你要上架。迄个时阵，咱有法通为主持守无？有法通去绝真道无？啊，求主帮助咱。但是啊，又称赞了啊，伊也有责备啊。主耶稣责备者是因啥物呢？因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啊，甲尼哥拉当的教训。什么是巴兰的教训啊？哦，那什么是巴兰的教训？所以话解经家讲，巴兰的教训哦，甲尼哥拉当的教训哦，其实是相同啦。哦，其实是相同个。咱来记得伫旧约个圣经有讲伫第14节哦，伊讲。因为恁遐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个巴兰啊，捌真经啊，伊教导巴力将半骹脚放伫以色列人面头前，叫因干呐食偶像的面，甚至行淫乱啊！
这个这样代志啊，记载伫民数记22章、23章、24章。看到这个巴力啊，巴力伊就是去什么去请巴兰啊，巴兰是一个先知啊。应该这个巴兰这个先知啊，伊是真有能力的啊，因为伊若咒诅别人的时阵，别人会受咒诅，所以伊就请伊啊，要来咒诅以色列人。当然上帝头无要互伊去啊，但是伊有缘伊去的时阵啊，伊才如讲话个咱顶礼拜有讲到然后当伊去到遐的时阵，巴力甲伊讲，你来咒诅即侪百姓，伊无甲伊讲即侪百姓是啥，所以伊就甲伊起一个单伊起单的时阵啊，伊就按遐来谴责，但是对伊的嘴来出来啊，毋是咒诅的话啊，是啥物的话？是恶落的话，所以这个巴力真生气啊！讲你问我讲了，我甲你去别的所在啊，你去看伊按别的搁再要咒诅啊，但是搁再是恶落的话，第三摆搁再恶落的话，所以巴力真生气啊！巴力就讲巴兰先知讲，我本就是要互你有钱啊，我要互你享受啊，但是你无要听，你无要听我做啊，免咯。然后巴兰就讲。上帝叫我讲啥，我就讲啥，所以伊第4摆伊搁再讲预言啊，搁再讲预言所以伫遮互人看到有一个原则，一个属灵的原则就在咒诅的代志啊，有影无有影无？咱听到伫咱的社会顶面，特别是菲律宾啊，咱也常听到啥物啊？人会干古兰对吗？你捌听到无？人讲会古兰啊。有时阵咱真惊讲到底会旧咱还是袂啊？咱的工人若要倒去有时阵伊甲咱按厝内摕咱的啥物物件的时阵，则去叫种的巫术安尼来咒诅咱但是咱对圣经看到一项，咱属上帝的人咒诅还是叫这种旧咱袂临到咱的身上，所以咱有法通靠上帝靠主咱有法通赢过但是巴兰遮咧讲，所以巴兰的教训到底是啥物巴兰的教训到底是啥物一遮其实有三方面有讲到巴兰的教训，第二有讲到巴兰的错谬，第三讲到巴兰的堕落有三个啥物无相同巴兰的教训这个是甲啥物甲系统化的一个道理就是人来教训教训伊主要是啥物就是讲祭牛上的物，咱做咱食无问题要行淫乱，做咱去做因为咱的肉体是根本是无好根本是歹所以上帝无看重咱的肉体所以咱要怎样来做，计会做的所以这个是伊的道理，伊的教训。那巴兰的错谬的时阵是啥物是动机是动机伊的动机是啥物其实是要放纵肉体就是爱伫犯罪中得到福乐所以动机也是真重要上帝看咱的动机然后巴兰的堕落就是伊的行为巴兰的堕落就是叫做巴兰的行为伊伫遐这个行为做啥物巴兰的行为就是伊贪爱不义之财有几落项头一项就是贪爱不义之财咱看到巴兰伊个巴力伊个王摩押的王讲我要互你钱我要互你荣华富贵当然伊咒诅的时阵无法通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上帝该查咧所以巴兰就献一个假庙互伊这个假庙是啥物就是叫巴力就是叫一个摩押的王甲因的啥物一个摩押的女主按遐来引诱以色列人互因来敬拜偶像来敬拜来食祭偶像的物甚至伫遐有淫乱的代志发生所以咱若看伫民数记我以色列人诚实伊就陷伫一款罪内面所以上帝也生气就按遐来刑罚因所以巴兰的路
贪不义之财啊，为着义啊，为着利益啊，甚至干呐，为伊行的实在冤巧的道路，就是讲罪恶一意孤行伊无管你上帝的讲法前面，因就按遐去做，甚至因也是称作有假先知按遐来教导假先知来教导，所以上帝主耶稣伫遮就讲说什么恁就是有妥协啦，因为恁中间有一个人就服从了别人的跩教训按照别人所做按遐去行啦，按遐去行。所以主耶稣甲讲什么恁着干伊的坑面恁着悔改恁着悔改当然悔改就是思想顶面头先改变了就是按照主所讲的按遐愿意去做，然后改变因的行动然后就干就扎根伫上帝的话语顶面主耶稣讲若无我要用嘴中的剑来攻击你那嘴中的剑咱若看希伯来书第4章讲上帝的话比一切两刃的刀我较干的剑更较利因为上帝的话语有法通刺插咱的心，所以毋但悔改咱就会晓扎根伫上帝的话语然后若安尼去做，然后有悔改扎根伫上帝的话语英文是啥物立刻得到迄个稳重的玛纳，然后有要得到一个白色的石头顶面写着信名。什么是玛纳？咱会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上帝伫天顶将玛纳赐予以色列人食因食40年有时阵因食干有时阵食野但是圣经伫新约却跟人讲玛纳是啥物玛纳是上帝就是主耶稣基督本身因为主耶稣干伊是对天顶降落来的玛纳要来养饲要来按遐互因伫灵命顶面得到保障所以别人的教训是讲这叫上的物你做你去食主耶稣讲无你着悔改然后我要将属灵的物料互恁食恁食了的时阵有法通满足恁毋但恁属灵灵命的需要要需要然后讲到白色的石头这个白色的石头写新的名什么意思就是伊讲到上帝要伫因的身上伫跩人的身上要赏赐互因一个新的性情有上帝的性情伫遐我感觉主有法通亲近所以这是互别加摩教会的称赞勉励对咱来讲现主是咱无我知咱是毋是服从别人的教训其实咱毋是讲服从即咱看到因甲世俗有妥协现主是伫基督徒伫社会顶面相反也是渐渐真侪妥协的代志因为世界特别伫即几年内面咱看到同性恋的代志发生的时阵有真侪政策对基督徒其实是不利对基督徒是不利所以伫不利中间咱要怎样徛伫得调呢伫美国我惨就是2015年开始50州美国50州的时阵因已经赞成了同性恋台湾最近这2年伊也是赞成了同性恋伫美国毋但伫社会安尼伫教会内面相款也是有同性恋我捌摕到咯，我捌伫讲道顶面摕到有真侪教会无论是叫做长老宗的无论是Baptist叫做浸信会无论是圣公会真侪其实有做同性恋我一个同学我一个神学院的同学
伊是罗德宗的啊，我毋知恁知影这个罗德宗无 ？Lutheran 啊，罗德宗的啊，伊安尼去教会无偌久，伊就离开啊。我就讲，干那恁啊离开啊？伊讲啊，因为因的毋单单因的教会，因的总部啊，讲干那讲信徒啊，做同性恋啊无问题啊，所以伊讲同性恋无问题啊。所以讲，要怎无问题啊？圣经就讲袂用哩啦，圣经就讲袂用哩啦。伊就讲，圣经耶稣也无讲啦，若有是保罗讲啊，保罗讲的啊，但是主无讲啊，所以会做哩啦。所以咱看到公司真侪连教会内面啊，已经妥协咯。咱伫菲律宾啊，咱教会中间啊，咱是毋是妥协？其实咱真侪基督徒啊，特别咱华人的基督徒，咱有受真侪咱过去的一个生活习惯啊，甚至咱所讲传统啊，中国的传统，其实毋是传统啊，咱就是咱有真侪会扣掉安遐来管理咱，安遐来管理咱啊，所以咱就干呐，咱就妥协。即种8月，今仔8月初5咯啊！那咱人啊，我毋知影，阁过几日，应该是7月咯啊！咱人的7月，7月是啥物啊？几啊节啊？几啊节啊？几啊节啊？所以真侪人看啊，喜事啊，无爱去咧几啊节啊！我记得2年前啊、3年前啊，我看到灵会基督教会啊，伊有特别这个广告啊。你若伫这个咱人的7月结婚啊，教会啊，无收钱啊，看咱做无收钱，还是互你一半价来结婚啊，干那子？因为咱真侪基督徒有关互跩白咧，所以咱就干那，咱就妥协啊，叫做帮助咱就会晓要怎啊，徛伫咧在，欠在咱毋是巴兰的教训。毋是你过来当的一撮物件，但是把物到底是怎愿主帮助咱刷落去咱来看第3间教会第三间教会是叫做推雅推啦推雅推啦咱是对圣经咱来按18节开始看到29节咱来看咱的圣经第2章第18节伊讲，你着写批互推雅推啦教会使者讲，迄个眼目亲像黑暗，骹亲像光明灯的上帝会惊讲，我知影你的行为，听心、信心、困劳、吞论，搁知影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搁较多。总是有一件代志，我要来责备你。就是你用让迄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也识别教导我的仆人，因有因行淫乱，食祭偶像的物，我捌互伊悔改的机会，伊却毋肯悔改伊的言行。看，我要叫伊变倒伫床，迄块甲伊行淫的人。若无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因同受大患难。我阁要杀死伊的同类，叫真教会知影，我是个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并且要照着恁的行为报应恁逐人。对恁推雅推啦记忆的人，就是一切无趁迄个教训的。无晓得因所想所讲撒旦侵扰伊之理的人，我甲恁讲，我无将别的胆放伫恁的身上，但恁迄间有诶，总要干哪持守，直等到我来。迄个特性诶，我遵守我命令教导诶，我要赐予伊权柄来制服列国，伊立刻用铁会乖管合因。将因亲像活种的活起，拍得粉碎。
亲像我对白领受的权柄一样，我阁要将神圣赐予伊，圣灵向真教会所讲的话，凡也有耳仔听的，就应当来听。这个就是讲到别推雅推拉的教会推雅推拉的教会伫这个所在伫这个所在。伊圣经怎啊来描写伊呢？伊讲伊是什么啊？耶稣讲伊是个眼目亲像黑暗，脚亲像光明的灯的上帝的囝。眼目亲像黑暗，伊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讲伊看得真明，伊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所以主耶稣拢总知影这个别加摩这个所在伊伫7个城市当中说起来伊是最第个无重要的啦，伊是最第无重要的，干那因为伊的地势毋是真好啦，意思干那真容易互人来攻拍啦，因为伊周围伊无一个真好的一个保障，有边头有山该杂杂咧通人无人要攻击会较艰苦，但是这个所在无，所以真容易安遐来攻出，所以因着挖苦上因着挖苦上因着挖苦当初是因在政府，还是个这罗马帝国，还是无一个国度，还是这个帝国来管理这个所在的时阵，因着来挖苦。那教会呢？教会伫这款非常的时期内面，拄着困难，拄着逼迫，因要挖苦上所以因就挖苦迄位有权柄我通来制服列国的主的身上。所以主耶稣伫路尾讲什么？伊讲亲像伊讲你的确用着铁的拐来管辖因亲像我对我爸领受的权柄一样。所以主耶稣甲伊讲虽然你无保障我有法通真做你的保障，因为权柄伫我底我有铁的拐有法通管辖规个人类然后这个所在这个别加摩的所在是这个工商业的城市啦，所以内面有真侪伙啦有啥物伙亲像面包伙做咧创面头的面头的商会有叫做头匠做咧创瓦器因也是有一个工会然后有个什么削皮匠咧削皮匠因也是有然后有咧织布的甚至因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所在最重要就是咧泥布了，这个布咧甲泥会色当然甲泥什么色地水就是紫色的紫色的布你会记得伫《使徒行传》第16章尾有一位女士号做利提亚圣经讲伊是咧卖紫色布的保罗伫遐传福音的时阵头一个信主保罗伫欧洲保罗伫欧洲菲律宾的所在伊传福音头一个信主就是这个利利亚有真有可能这利利亚伊就是推雅推拉的人啦，因为伊将对因的所在将这款紫色的布摕去到菲律宾的所在来卖，伊信主了后伊倒去伊就是伫遐也是该传福音所以推雅推拉的教会就因为安遐来干来成立起来那主耶稣佫讲伊是什么？亲像伊脚亲像光明的灯讲到伊是圣洁的上帝伊也是审判伊也是审判的主所以这个是主耶稣爱这个推雅推拉的人会教会的信徒来明白伊然后伊怎来称赞伊伊讲我知影什么圣经讲我知影你的行为我知影你的听心我知影你的信心我可知影你温困
知影你会吞忍啊，我知影你会显示啊，你会显示啊。你看卖，伫第19节落尾遐，伊讲我知影你幕后所行会显示比起初所行的佫较多。所以推拉的教会信徒袂歹啊，因为通常啊，一个人信主啊，愈信主愈久啊，有时阵听心会开始慢慢无去啊，信心会开始无去啊，要做代志啊，会开始会甲无。当然信主初信主的时阵啊，咱真激烈啊，但是因这个教会啊，因是真好啊，因为因啊落尾啊。因有缘唔但保持啊，甚至为主做更较多啊，为做更较多啊。你看卖，因伫这个依教的中心啊，依教的中间，按遐来为主来活，因为信心伫遐已经干啦，彰显表明出来啊。那主伫遐看去啊。主讲我知影，所以人看到一项啊，咱所做每一项代志啊，伊是主知影。咱无做到的代志啊，主也是知影啊，主也是知影。所以啊，伫哥林多前书15章讲啊，伊讲咱着干那喜烈的心啊，常常服侍主啊，因为咱伫主内面所做啊，无落空啊，无落空是安尼。虽然因行真好啊，但是主有缘有责备因的话，干那因为因互亚西别啊的教导侵入入去。那亚西别甲巴兰的教导啊，甲尼哥拉东的教导啊，是差不多大同小异啊，就是叫做什么啊？淫乱啊，啊，就是淫乱食这物啊，为着利的缘故啊，为着利益的缘故啊。按遐来教导一个唔对的教训啊！甚至你看卖啊，伊圣经讲啥？你用阮亚西别啊来教导主的仆人啊，来教导教会的领袖啊，所以因就开始偏差咯，开始偏差咯啊！干哪那安尼讲呢？啊，因为就话因干哪那会偏差，有时阵啊，在讲商会啊。你若要参加商会的时阵啊，你着加入入去。你加入入去啊，伊内面有真侪什么敬拜偶像的代志，你着去做啊。你若无去妥协的时阵啊，你就无法通加入啊。你若无法通加入，你会怎么样？一个产品啊，欠在真艰苦卖出去啊。所以为着你的缘故啊，因就按遐食这偶像的物啊，按遐有淫乱的代志啊。伫圣经却讲啊，伫教会中啊，伊有分做四类啦，毋是逐个人拢安尼啊。啊，因为教会有分做四类个，头一类啊，头一个就是亚西别本身啊，亚西别。当然，这个亚西别是旧约的人物啊，毋是讲这个亚西别啊，伊到伫主前90几年的时阵，伊也阁活咧啊。那是这个是什么啊？跩是自称做先知啊。有一个家己因搁做假先知啊，伊要来教导啊，就是做教导人的假先知啊。然后圣经讲有一个人啊，受引诱的人所以毋是拢总啊，有一个因受引诱啊。然后第三讲伊的同类啊，意思是伊的儿女啊，意思是什么啊？就是做听了做假先知的人啊，因毋但受引诱啊。因侵入入去啊，因接受了这款的教训啊，甚至咧将这款的教训教导别人啊，因咧甲传扬啊，这是搁做伊的理度啊。然后当然第四款的人啊，伫教会内面啊，有一款是什么啊？无顺坦因的教训啊，因就是为主徛伫低调，为主徛伫低调，所以主耶稣啊，就是责备因啊，讲安尼啊，所以伊的免呢是什么啊？恁着悔改啊。所以咱看到，当咱犯罪啊、离弃主的时阵啊，悔改啊，常常出来啊。就圣经内面就是讲，咱着悔改，咱着悔改，咱着活倒转归向主啊。然后持守怀迄间有诶，怀迄间有诶。然后也因阮什么啊？
要使因官兵，要征服列国，得到新生什么是征服列国就是要管辖列国。第是咱有法通管辖列国呢？其实管辖列国是到咱要甲主耶稣基督三甲做王。将来主要互咱有份伫伊国度内面有法通来管理即便咱干咱相信主，然后咱遵守主的什么的命令你看第26节咱所读的圣经26节，伊讲什么？迄个特性的，我干我遵守我命令到底，所以遮伊有2个条件。头一个特性的咱所讲这特性是每一个基督徒嘅事所以你若是做真正基督徒，然后你搁另外一方面就是遵守上帝的命令的，按照主的命令去行。这意思是讲，咱伫咱的生活中间为主有做工，按遐来顺服主的时阵，咱才有法通甲主做王所以甲主做王，毋是逐个信主会用哩咱就有所表现，有所表现你记得咱顶礼拜讲到这个以弗所教会无以弗所的教会因像圣经也是讲因有听心，有无伊讲因有行为，因有信心，因有劳苦，因有吞忍但是因却失去什么？起初的听心。但是以弗所有一项因讲什么？恁无用阮这个哥拉东的人所以加先知的教训，因无用阮。但是咱看到推雅推拉的教会，因甲以弗所差不多相同，但是因用阮因用阮耶西别的教会因有听心，但是因用阮耶西别的教会。所以咱有看到讲伫教会中间无一间教会是完全的啦无一间教会有完全，欠在伫这方面，咱毋是咱的弱点。别的教会伫这方面是伊的弱点，因的长处欠在变做咱的弱点，所以互人看到讲，咱伫主内面咱伫做咱教会无一间教会是完全的，但是主爱咱干忠心交对忠心交对所以今仔日咱看这3个教会这3个教会我互大家看一个几个就是3个西门那迄个头先的末后的死里个活因有法通忍受患难，贫穷为主受苦因无责备主无责备主劝勉讲免惊，恁到时着忠心恁着忠心到底，恁着要得到生命的冠冕，无受第2摆死的陷害。八加摩教会的时阵有2忍会来到会来检然后伊就干因为因会晓来谨守主的名，无弃绝真道但是因服从了巴兰的教训，甲尼哥拉东的教训，所以劝勉因着悔改若无要用喙中的剑来攻击因，必得到稳重的曼伫白石的顶面有神的名然后这个推雅推拉就是眼目亲像黑暗，骹亲像光明灯，上帝的囝，看到主有权柄，按遐来审判。因的行为，因有听心，因有信心，因有劳苦因有吞忍，因有善事这是真好的。但是因用阮耶西别的教导侵入到因中间所以叫因着悔改，持守已经有的。上帝要主要干特性的，佮遵守伊，就要使因官兵征服列国要得到干亲生所以这个是上帝主耶稣对每一个教会所这3个教会所讲的所讲的。咱下礼拜咱佮看3个教会咱会真紧会看过去咱无
安尼来详细来看。但是咱想看卖咧，咱伫主来，那主伫咱的中间的时阵对你讲话的时阵，伊有啥物称赞的话甲你讲伊有啥物责备的话甲你讲伊会怎啊坑免你？然后你爱对主得到什么款的应允？主有真侪的应允，你爱得到什么？这是咱家己咱有法通来什么？来思想的来想的将来主耶稣第二摆过来，咱徛伫伊面头前咱